主席，我係先就預算案幾大嘅題目發表意見，之後會再針對具體範疇嘅開支啦，同埋政府喺特別財委會上邊嘅回應發言。第一係發債嘅問題，經過幾年嘅倡議，政府終於較大幅度咁樣增加咗呢個舉債嘅比率啦，由 GDP 嘅14.4% 升到19.9%。回應咗我哋建議書入邊要求提升至20% 嘅要求，多咗出嚟大約有2000億我哋計過數，大約可以做到2個北都基建項目嘅開支。第一就係前海到洪水橋嘅跨境鐵路南延伸到欣澳，呢個洪欣鐵路係實政圓桌多年入邊爭取嘅重心。第二就係加快落成屯門南站向東延線至到小欖同埋屯門沿岸嘅跨海鐵路，再匯合到頭先所講嘅洪欣鐵路，再駁到去欣澳，轉乘東涌線出到去市區同埋港島，嚟服務屯門眾多新增嘅人口，包括洪水橋新發展區同埋青山公路一帶嘅新發展。而國家15規劃入邊，亦都係希望同深圳同香港可以各發揮所長。我哋呢條鐵路可以連接香港國際機場，我哋有超過200多條嘅國際航線，而深圳寶安機場就有100幾條嘅國內航線，各展所長。局長早前都有講過，今年政府就會內部探討洪水橋到前海鐵路向南延伸到欣澳同埋機場嘅可行性，希望可以政府加快腳步，喺幾十萬人搬入去新界西北之前及早舒緩屯馬線嘅交通壓力，同時亦都配合國家15規劃，將大灣區幾個飛機場都可以各展所長。另外我亦非常支持喺外匯基金投入嘅投資入邊回撥翻1500億，即係舊年投資收益嘅一半，入呢個基本嘅工程儲備基金，作為投資未來。外匯基金係投資做將來香港基建工程，又係做投資，所以與其將啲錢去投資落其他人公司度，不如撥翻一半投資翻我哋自己香港嘅一啲基建，令到市民同時可以得益。咁第二啦，民生福利方面財爺就做咗啲功課，但係我就覺得係僅合格，有幾項稅務嘅寬減咁啦。至於呢個免稅額方面就增加咗大約10%，叫做有好過冇。總括嚟講今次預算案財爺對香港發展，我嗰啲措施我係俾得幾高分嘅。不過民生福利我只可以話係微甜嘅級數。之後我就會講政府喺特別財委會上邊嘅部分回應。咁首先係公務員嘅評核機制，我同意局長所講，呢個機制唔係用嚟慳錢，但正確咁運用公帑一定係可以提升質素同埋效率嘅方法。政府話要更有效咁樣區分表現工作、表現等級，但現實中我哋最擔心嘅係執行嗰陣，上司會驚做醜人，所以往往將表現一般嘅公務員都評為滿意，結果增薪點幾乎就變到自動獲發咁樣啦。咁所以我哋覺得政府應該直情定一個百分比，例如最差嗰20% 嘅公務員就冇得跳 point 咁。咁第二係關於前特首辦公室嘅開支，呢個問題圓桌都跟咗好多年啦。只因為一個原因，每一蚊嘅公帑都要用得其所，係唔係真係有需要為每一個特首卸任之後都開一個新嘅辦公室呢？目前特首辦一年開支就大約1500萬，淨係租用灣仔寫字樓一年都要用400幾萬。雖然政府可能覺得1500萬唔係一個大數目，但係對呢個市民嚟講就好奇怪，點解用咁多錢呢？而最奇怪係政府用緊2005年嗰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報酬及離職後安排獨立委員會報告書去解釋，但係嗰份報告書同時亦都有講咗超過20年啦，入邊亦都有2個建議。第一就係委員會會建議政府
現有物業入邊咧設立一個為所有前任行政長官服務嘅辦公室。第二點咧就係話有必要根據未來幾年累積嘅實際經驗，檢討成套安排嘅適切性。咁問咗幾年，政府嘅回應咧都係話要跟委員會嘅報告，但係點解使錢嗰陣時咧就跟委員會報告，但係檢討咧就唔跟呢？咁第四點就係關於電動車，我哋對財政預算案咧唔再延續一換一政策咧係有啲意見嘅。同埋咧，因為有好多嘅準備買電動車嘅車主嘅期望咧，係起碼可以延續多一年，呢一個咧係有一定嘅落差啦。不過咧，做都做咗啦，我哋咧就希望政府咧可以喺充電網絡嗰度咧提供多啲嘅支援啦。我哋咧問政府喺特別財委會入邊，政府嘅回覆文件咧就提及會要求油站咧營運商咧取得批准後咧簽約協議之後咧半年咧至一年之內咧就完成工程。但係去到而家咧，我哋都淨係見到一個油站加咗充電樁，今年2月啱啱先啟用。其實喺24、25年咧，一共咧已經有24個油站咧係批准咗加裝呢個充電樁。咁究竟中間發生咗啲咩事呢？當時秘書長咧就係回覆我哋，因為油站加充電樁咧係會涉及一啲技術同埋安全嘅問題，會重新檢視呢個推行嘅先後次序。咁同埋用第一個油站嘅經驗去加快其他嘅計劃。咁呢樣嘢我哋咧就一定會繼續睇住，令到咧推動電動車呢個方針咧可以持續向前。跟住就係交通問題啦，呢個亦都係圓桌一直以嚟嘅一個重心嘅關注點。我哋咧明白政府喺2025年收翻大欖隧道，而家咧仲未可以提供最新嘅營運開支數據，但係根據圓桌之前嘅估算咧，計埋折舊，每年咧大欖隧道咧都仲有3億嘅利潤。如果唔計折舊咧，有5億嘅利潤。咁目前大欖隧道嘅車流量係非常之健康嘅。流量同埋容車比，即係我哋所講嘅 VC 咧，喺非繁忙時間咧，佢只係得0.5，咁繁忙時間咧都係0.9，咁非繁忙嘅時間咧根本就唔需要透過收費去做呢個分流。咁政府係唔係有需要喺呢段時間去減價呢？咁大欖隧道咧其實咧就唔同3條過海隧道，塞車咧係有明顯嘅方向嘅，例如朝早出九龍啦，夜晚返元朗啦。咁點解仲要收40幾蚊呢？係咪可以分時段之外咧，亦都可以分埋方向呢？咁另外咧，我哋一直都建議政府咧可以參考港鐵嘅可加可減機制，應用喺專營嘅巴士上邊嘅。港鐵嘅機制咧，雖然時常咧都引起爭議啊，但係實際數據反映咗經濟唔好嘅時候咧，係真係會減價嘅。相反咧，而家巴士加價咧要經過行會嘅審批，好似城巴咁樣，2019年加一次7%，聽落去咧就好嚇人啦。但係其實咧，佢有11年冇加過價，而期間嗰個通脹咧係升咗30幾個%。市民咧通常就唔會理你有幾多年冇加過價，只係會覺得你一次性加咗好多。如果引入咗類似港鐵嘅自動機制咧，每年可以根據翻數據微調啊，對市民同埋巴士公司咧就更加公平，大家亦都有預算啦。局長就話，如果將港鐵嗰個機制應用喺巴士上邊咧，就要好小心處理，強調咧現行機制咧就行之有效。不過咧，政府作為把關者咧，確保巴士公司咧財政預算嗰個穩定性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不過我哋慶幸咧，見到下星期智慧綠色交通系統嘅票價機制咧，政府建議咧係會用一個自動嘅機制嘅。對於近期油價嗰個波動咧，我哋咧就好慶幸，亦都好開心見到政府咧係推出咗一個緊急嘅18億支援柴油商業車輛同埋商業嘅行為啦。不過咧，我哋希望政府咧可以做得準確啲，有一個監管嘅機制咧，唔好將公帑嘅資助咧，最後咧就變成咗油商嘅利潤。咁呢啲咧就係我哋聽到市民最關心嘅範疇，希望政府咧可以聽到我哋嘅意見。主席，我謹此陳辭。